以色列封锁加沙走廊3个月过后，即马总算同意要放人道救援物资送入去内底。当地人伫遐是真可怜，因抢粮食、抢物资造成死伤。联合国即马嘛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拢无透过人道组织去分，煞家己去发放物资，颠倒互遐搁较乱。以色列伫10天前结束对加沙地区长11个月的封锁，加起来500多台卡车的物资红准会当入去。因为无物件食，民生困境真严重，抢物件的事件一直传出来。日本加沙中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仓库，和一大堆民众闯入来，集体把各种物资搬走，事件造成2个人死亡，真侪人受伤。世界粮食计划署是呼吁随扩大粮食援助的规模，才会当让民众安心。目前红准会当伫当地分发物资的，除了联合国，还有一个关岛争议，是美国和以色列支持成立的新单位——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 （GHF）。伊是使用美国的慰安包商设过联合国，甲基金物资发放的地点，讲是为着要防止哈马斯逃脱。但是这造成民众必须要搁一摆闪动，也是行真远才会当摕到补给。红批评讲是透过粮食的发放，加深以色列的占领控制。这个单位伫加沙的南部拉法的仓库，至今嘛，互民众拢入去抢物件，造成47个人受伤，主要是因为以色列的部队开枪造成的。联合国批评 GHF 是造成物资无平均的乱象，袂当安尼做，而且无道德。联合国巴勒斯坦的代表曼苏尔伫安理会发表演说的时阵，讲到加沙的囡仔因为无物件食，含战火死亡的时阵，因为伤艰苦是规个吼出声。Excuse me, Mr. President. I have grandchildren. I know what they mean to their families. And to see the situation of the Palestinians without us having hearts to do something is beyond the ability of any normal human being to tolerate.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已经满600天。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27宣布讲，以军已经消灭哈马斯伫加沙的最高指挥官穆罕默德辛瓦。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